哪一句？台湾谚语。谈论女子和男子的断掌文。台湾谚语。取材于台湾闽南语常用词词典。欢迎同乡们转发到自己的聊天组群，协助推广咱们的母语，多谢感恩。台湾谚语。长长查甫做相工，长长查某酒空房。女子断掌文表个性强会克先生，男子断掌文有大志可以做大官。这种旧思维是以往命相师的无稽之言，当笑谈可也，不宜轻信。谢谢您的观赏，希望您会喜欢我为您制作的影片，请支持我，点击 subscribe， 然后再单击小铃铛，请点击下面观看同一系列的影片。